報稅季節又到，我哋發現幼稚園同殮葬中介人向市民推銷骨灰龕位時，以捐香油錢同殮葬費為名，提供認可收據俾買家報稅同申請扣稅。新界一間被列為表二，即係唔合格嘅骨灰龕場，寺院職員表明話，由於佢哋係表二龕場，所以收據唔會寫明賣位，會寫捐香油，叫記者可以嘗試攞收據去扣稅。我哋再向寺院辦事處詢問，職員相當謹慎，表示雖然收據係寫捐香油，但唔保證一定扣到稅。一定可以報稅咧，係你純粹係捐款，即係冇其他要求嘅，咁就一定可以報稅。咁你而家呢啲咧就係即係你捐一筆錢，我哋咧就係俾個位咁就可唔可以就唔知啦，因為係有為你哋服務嘅。另外，我哋又向一站式殯儀服務嘅中介公司查詢，有負責人話會向客人提供額外殮葬服務單據，俾客人作必要開支扣稅。更加話殮葬費用有多有少，暗指單據金額可以任寫。稅務學會會長洪宏德強調，無論捐款係因為捐夠錢而供奉先人，定係捐夠錢而得到龕位，都唔可以扣稅。因為你已經獲得咗個利益，因為你買咗一個龕位啊嘛。咁即係其實都有一啲案例裏邊嚟講呢，就係話，如果任何一啲捐款，如果有啲利益係會俾翻你嘅時候呢，咁都唔可以當係一個慈善捐款可以扣除咯。稅務局發言人話，根據稅務條例，先人殮葬屬於私人開支，買龕位捐香油亦為交換利益，都唔符合捐款嘅定義，兩者都唔能夠成為相關扣稅條件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